大家好，我係 Albert Sir， 今日想同大家討論一個話題，就係長笛究竟佢係木管樂啊，定係銅管樂呢？好多同學會覺得金屬做嘅長笛應該係屬於銅管樂嚟嘅，但係其實長笛係木管樂嘅一種，其實包括咗金屬做嘅色士風，其實都係木管樂嚟嘅。咁要區分木管樂同銅管樂呢，就有兩個方法。通常木管樂嘅樂器呢，係震動簧片去發聲嘅，好似色士風啦、單簧管咁樣，或者就好似長笛咁樣，將啲氣呢直接打入個氣孔裏邊，用氣流嘅震動呢去發聲嘅。銅管樂呢，就係靠嘴唇嘅震動 buzzing 喺杯形嘅吹嘴 mouthpiece 上邊呢產生震動而去發聲嘅。第二咧就係唔同音嘅發聲方法啦。木管樂器咧係利用按鍵嘅，你會見到成支樂器咧有好多個掣或者好多個窿，咁去開合唔同呢啲掣咧係得出唔同嘅高低音嘅。而銅管樂器咧佢係得幾個掣嘅，因為佢一個撳法咧其實可以出到7至8個泛音嘅，咁所以一般你見到嘅銅管樂咧其實係少好多掣嘅。所以好大分別就係木管樂咧，你其實一種指法咧，就只係可以撳到1或者2個音，一個高音或者低音。但係銅管樂一套指法咧，其實可以吹到7至8個音嘅。其實本身長笛都係木做嘅，直到200年前，音樂家 Baum 都係想改善木製長笛吹高音時候成日會走音呢個情況，同埋當時候長笛嘅指法唔夠方便同埋快捷，所以咧佢就將佢改咗做而家嘅金屬長笛。同埋發明咗 ring key mechanism， 即係你長笛側邊見到呢啲一條一條嘅鐵通，就係叫 ring key mechanism 啦。咁有咗呢啲 ring key mechanism 之後咧，咁我哋撳長笛嘅時候咧就會快咗。後來呢啲 ring key mechanism 咧都有應用到喺單簧管同埋色士風上邊嘅。咁如果你支長笛係膠做嘅，咁佢係木管樂定係銅管樂咧？留言話俾我聽。